大家好，呢度係新西蘭北島滑雪勝地滑腳帕麻，就喺滑雪場嘅山腳，有個輕易去到嘅靚瀑布。泊好車之後，只需要步行3分鐘就可以到達。電影公司都曾經嚟呢度取景嘅，值得一遊。滑雪場山下嘅塔懷瀑布，附近嘅區域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遺產嘅地方，即係湯加里羅國家公園嘅範圍。旅客只要由路邊嘅細停車場，沿住小路輕鬆咁步行，落樓級，穿過山無舉嘅森林，幾分鐘後就會睇到呢條清涼嘅瀑布。啲水從古老嘅熔岩流邊緣傾瀉而下於小池，條瀑布大約高13米。其實旁邊有小路可以走上去瀑布頂部嘅小型瞭望台。如果想俯瞰瀑布獨特嘅角度，就要多走幾步啦。由呢度望落去，呢個就係魔界電影描述之中嘅骷髏池。主角之一嘅骷髏就喺呢度俾弓箭手察覺到嘅。佢哋睇到主角捕魚嘅時候，就係喺呢度拍㗎啦。呢個塔懷瀑布嘅水源，乃係來自山上嘅著名滑雪勝地。喺冬季，呢個地方晚黑氣溫會急劇下降，太陽落山之後會變得極度寒冷，最凍嘅時候會有冰。下次有機會計劃去滑雪場，記得為你嘅旅程增加埋呢個景點。